耶穌與撒瑪黎雅婦人之三，盛載活水的器皿。得到耶穌啟示佢係默西亞之後，撒瑪黎雅婦人有咩反應呢？於是那婦人撇下自己的水罐，往城裏去向人說：你們來看，有一個人說出了我所作過的一切事，莫非他就是默西亞嗎？眾人從城裏出來，往他那裏去。有學者認為，那婦人撇下自己的水罐呢一個行動，象徵撒瑪黎雅婦人從此尋求耶穌介紹俾佢嘅活水，所以原本嘅水罐再冇用啦。不過福音敘述嘅重點在於婦人喺29節宣告嘅訊息。學者形容撒瑪黎雅婦人成為咗盛載福音的器皿，從此佢嘅生命同埋見證成為他人得救嘅引水道，讓人認識耶穌，品嘗飲過之後永遠唔會口渴嘅生命的活水。城裏有許多撒瑪黎雅人信從了耶穌，因為那婦人作證說，他向我說出了我所作過的一切。這樣，那些撒瑪黎雅人來到耶穌前，請求他在他們那裏住下。耶穌就在那裏住了2天。作證係門徒嘅職責，撒瑪黎雅婦人加入咗約翰嘅行列，為耶穌作證。耶穌超自然嘅知識唔係撒瑪黎雅人信仰嘅關鍵，只係一個觸發點。撒瑪黎雅婦人亦都只係一個媒介，帶領城中嘅人親自同耶穌接觸，就好似約翰將自己嘅門徒指引到耶穌嗰度，門徒再一個傳一個咁將耶穌介紹俾兄弟同埋朋友一樣。所以最重要嘅仲係佢哋親身同耶穌嘅接觸。撒瑪黎雅人毫不避嫌，邀請耶穌返屋企住，表示佢哋全心迎納耶穌，渴望同佢共融，存留喺佢之內。福音跟住指出，還有更多的人因着他的講論信從了他。他們向那婦人說：現在我們信，不是為了你的話，而是因為我們親自聽見了，並知道他確實是世界的救主。舊約先知曾經宣告救恩嘅普世性，智慧篇更稱天主做萬民的救主。對觀福音亦有唔少嘅片段暗示天主嘅祝福係普世性嘅，萬民都要被納入到盟約嘅團體之內。例如客納罕婦人嘅皈依，又或者復活嘅基督吩咐門徒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。不過新約裏邊就只有呢一度同埋若望一書4章14節稱耶穌做世界的救主，講出若望福音一個重要嘅主題：耶穌降生成人嘅目的就係叫世界藉着他而獲救。羅馬帝國奉行君王崇拜，稱佢哋嘅凱撒做世界嘅救主。若望筆下嘅撒瑪黎雅人以呢一個名號稱呼耶穌，係對羅馬統治者嘅一種無聲抗議，暗示佢哋唔堪當呢一個稱號。基於呢一個名號嘅皇帝王色彩，有學者指出若望福音嘅一大諷刺。猶太人銳意釘死耶穌嘅時候，高呼除了凱撒，我們沒有君王。撒瑪黎雅人啱啱相反，指出耶穌先至確實是世界的救主。一方面，佢哋否定羅馬人嘅狂妄，同時表明對耶穌嘅臣服，又唔至於好似6章15節所在加里肋亞人咁世故，強迫耶穌為王，令耶穌觸犯政治嘅禁忌。